我手机啊，我想看我手机啊。手机啊。一丝丝啊，有啦，但是你就是若挂耳机一丝丝啊，若你若放出来听，你是听无啥会着。我来开头。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咱就开始啊！咱顶礼拜迄一礼拜，我走去高雄吼去参嘛半佚佗啦，参加人的即个婚礼，去食喜酒，但是说咱其实因为咱一礼拜啦，本来顶礼拜想要讨论一下即个甲选举有关系的代志，你心中的即个候选人还是候选人拢有调无？心目中若调的迄种我选的。真够硬的咧，真的啦。所以当即个是选举了嘛，当然总是有的人欢喜，有的人会较失落吼。那我相信，若是对咱的听友来讲，可能大部分失落会较济一寡。是安尼啊。当然嘛使看到即个选举的真济即个出现问题的所在，我想这嘛是台湾社会真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包含到最近当地。吵吵闹闹的黑道啦，吼，当然黑道是当较现代的讲法啦，当然真济过去的讲法嘛真济款吼。那还有即个有的人即个各种案件在身嘛是共款选调的吼，无道理，足奇怪的现象咧。台湾的政治还有真济需要改进的空间啦，但是我讲就是一步一步来吼，有即个意识较重要。其实对我来讲，上失望的所在啦，吼，讲实在有一个结果是我上失望的是即个公道无过，我即个18岁公民权的代志吼，我讲。有当，甲你会知影讲哦，有真济代志是咱看到，咱讲，当时惊讲港文站嘛，就是甲你意见差不多，你较看会到，因为人真济拢透过网络来看即个世界。那网络其实有真济演算法，伊是会经你介意的物件，互你看，吼，伊惊你不爱用嘛，所以拢互你看，甲你介意的，互你调对点管。所以你自然就会感觉讲即个环境可能已经。较接近你想的迄款友善的程度，但事实上有真济物件，别人的想法甲你无一定共款。迄是一定的嘛，每人的想法无共款吼。阿德啊，你也无共介绍咧，我是啥物人？咱一开头就开始开讲。我是说咯。我阿德，歹势吼，各讲话各开讲，对啊，就是因为。即个部分就因为都一直想要开讲一个即个公民权的代志啦，吼，忍耐一礼拜啊，当一礼拜无通讲安尼哦，赶紧的安尼一直去对啊，其实主要就是感觉讲真无彩，当然有的人认为讲18岁囡仔是了解什么物件吼，但你若看台湾当的选举结果，你就知影讲莫讲18岁啦，你甲20岁甚至到50、60岁、70、80岁吼，大家投票投出来结果，我嘛感觉讲恁头壳敢有得用，我嘛有即款感觉啊，吼，所以我讲嘛是以当的法律啦，我讲确实是需要互18岁的囡仔有即个投票权，然后即个公民权主要是投票权尔，然后其他像即个民法啦、刑法其实是慢慢都已经改成18岁啊，拢是做伙的。所以真无彩啦，我毋知这过偌久到后头去投啦。应该嘛有机会啦，都未来啦，就是希望讲未来台湾的社会是愈来愈开放、愈来愈友善啦，好吗？真济时代变化无同，会晓了解尊重少年人，这我讲这最重要。互相尊重，是我。这礼拜顶礼拜无录音，就是因为我去高雄啦。那我去高雄都四界行看看，然后有一寡心得嘛，想要来甲大家分享。因为实在足久，真久无去过高雄。
哦，几档？感觉少远的感觉吼。10外档可能有哦。你想看觅咱头到尾，嘿，高雄甲宜兰是完全拄好对角的吼，所以夭寿远的远吼，所以我真正是平常时啊，加我去甲台中差不多啊，台南啊，佫讲已经足远啊，我去甲高雄说哇，真正是够远啊，其实。后来发现讲嘛无咱想的遐远咧啦，阮旧年你若坐高铁去，一个无啦，我旧年甲阮小妹哦，嘛拄啊踅台湾一周。你嘛去甲高雄？哎哟，有哦，踅一年我啊远咧。你是热天还是寒天去？拄啊未疫情还未开始，过明年明年的4月中就满2年，安尼偌久啊？差不多较无2年。一年8、9个月啊，嘿，当半较加，对啊，所以咱知影讲高雄真正天气夭寿好诶，足好诶。我去遐想讲，哇，热甲敢若热天咧吼，毋捌看过啥物叫做落雨。讲起是真好运啦，阮迄拄去诶是转来了5月就疫情爆发，结果你拄好关迄个时间真正，就拢袂当出门咧。对啊，我去到遐个有一遍我伫迄高雄坐计程车，我就超工问司机，我当然我尽量拢超工讲台语。去试验看觅啦。南部比较听讲是台语较济，较济人讲。若是甲真济所在比确实。但是你若讲甲咱比，可能因为我一礼拜录遮长的时间，我逐工的台语用量本来就足大的嘛，所以可能无法度甲我平常时的生活惯势来比啦。袂使用你来做标准。但是确实有较济一丝啊，但是嘛无你想的较济。我本来想看会较济，但是无我想的较济安尼。但是我迄工我就超工伫计程车顶，我就问司机讲。恁遮平常时敢无伫落雨？讲，司机就讲少，一个寒天上济落3工。我3工好日都无，落3工。最近吼，落甲头壳拢生菇。甲当个伫落雨，我靠，当个伫落雨。加就是一工的透早还是中昼无落安尼啊？咱讲冷时无冷日啦，足艰苦呀！你要讲规工为透早你精神，甲暗时困真正无落雨，拢困难。有阵暗时嘛加减会落一丝雨，搁较少嘛，甲你落一丝啊，敢若无落毋甘愿安尼。我天公伯啊，这雨你若讲送互台南啊，台南当地做即个暗时敢若会降水压，就是讲你可能一寡无水还是限水安尼。哇，咱着送互因吼，因嘛用到迄落，麻烦迄架。我毋知有影物啊，就是我今日有听到人讲，敢若讲第一期头一期，就是台南明年头一期的猪仔，敢若已经决定无种啊。安尼哦，安尼是真严重哦。一般台南是种2遍嘛，就是咱讲2货啦，收2遍。干嘛呢嘛？嘿，台南一般是2遍，你要种到3遍嘛有啦，但无济，一般是以2遍为主。那有当时若是水无够时，会减1遍。打头一遍啊，佫无，我毋知这算是，我毋知。过年前后种的，这是算第2遍还是头1遍？我毋知因的算法是安怎。你会知影讲，反正即个只要是水量无够吼，对南部的即个种植，尤其种产影响足大的。咱遮就较无即个感觉，随时拢欠水甲海，落较咯，落甲人拢野生去啊！讲鱼市真拢天开啊，真烦哦。对啊，我即个去高雄就甲原则上就敢若观光客，诚久无去啊，总是一寡景点爱去行嘛，行搭一个吼，我就去甲即个龙虎塔，我毋知你有去过无？无啦。可能嘛袂记哩啊。莲池潭就是即个有2座塔，塔头前一只虎，佮一只龙，我毋知你有无印象啊啦，因为迄可能嘛真遥远的代志啦。其实即个龙虎塔已经足久啊，我即个去，我发现伊有小可伫整修啦，所以因的即个外口即漆啦啥吼，拢重新补过，补甲诚好，所以其实我讲诚水啦，我诚趣味。你看过吼，咱讲伊爱入龙后出虎口，一个倒手边，一个正手边，你爱行，袂使行毋着边。你毋通为虎口入边，羊入虎口，你都好做成个即个公山羊肉路。真有名羊肉路。所以你若无想要做羊肉路，毋通行伫虎口入边。我看到外国人吼，毋知影看无顶悬写啥，就甲为虎口入边安尼。因就无在意这问题。诚趣味，内底真济规个
桥吼，佫有一个即个九曲桥吼，桥的迄个顶悬有足侪即个雕刻、石刻吼，拢诚水啊嘛，拢做足侪咱讲典故啦，真侪故事，中国的嘛有一寡神话故事啥，龙虎头嘛做甲诚水吼，诚趣味啊，因遐庙啊足侪，吼，迄叫做莲池潭吼，边仔拢是庙啊，吼，像我去迄龙虎头对面，就是即个关公，敢是关圣帝君的款。啊，佫有即个边仔，佫有即个叫做元帝庙是拜先天上帝，我嘛有去遐行行的，佫落景啦，佫即个清水祖师啦，吼，孔庙啦，真侪。有没有你行头？我嘛无完全行一半，清水祖师边我都无过吼，就是四界行看看，安尼啊诚趣味啦。难得的机会啦，无一逝工吼，落到遐去的，我那少无简单啦。确实一段路啦，吼，但是那还你有机会10多年毋捌去过啊，因为诚久啊。但是高雄即届去，讲其实高雄的发展真袂歹啊，伊真侪诚新的物件，当然旧的嘛有一寡物件保留落来。交通，我讲伊迄个，我毋知咱台语内底有即讲法咯，轻轨。吼，等于所以讲是即个轻型的电车是伫路面顶悬走的，吼，迄足方便的，袂使伤紧，但是我讲诚方便吼，就敢若咱敢若坐迄个捷运共款吼，捷运共款，但是伊佫无完全共款，真性佫无共款，诚方便，我讲迄诚好坐安尼，诚舒适。你有机会你使去坐看觅，我是拢有去坐，我拢有去你坐过啊。高雄去坐。无啦，就是讲要交通来讲吼，交通变成诚方便，你无讲，毋是讲一定爱塞车，因为你若市区啦，你就无一定爱塞车，就会使四界拍走啊。我尤其遐瓦岗边啊，我去甲迄个像高山啦，我嘛走较基顶去吼，佫有其他所在吼，拢是我海边啊真济啊，像朴子就是博子的款吼，博二吼，就是博尔艺术特区即个所在啦，等等吼，真济真济诚新的物件，嘛有真济过去落来，我讲诚趣味啦。去后就挑工。我尽量啦，就是甲人讲话，我尽量拢用台语讲话来试验看觅。那你会使发现讲，体验一下，确实啥有当讲无像咱想的遐济遐普遍吼。比如讲咱当讲博二吼，博士即个所在吼，讲边仔毋过伊当拢是做即个，咱讲艺术特区嘛，艺术特区的意思是讲真济新的物件啦、店家啦，或者少年人会去约会啦，去创啥。即个所在我原则上就拢无听到台语。少年人较袂晓讲。嘿，嘛是较少啊吼。你若是像咱去莲池潭迄边吼，迄算左营哦。左营是咱讲眷村贯村的即个大本营，就是咱讲外省人过去留的所在嘛较济。所以照你讲遐台语，我本来想应该较少，佫颠倒毋是吼。遐路边啦吼，或者是即个游客观光客嘛，真侪人会讲台语。高雄腔整体来讲啦，我家己感觉讲伫高雄讲台语，其实是第一是诚亲切。即个亲切是因为高雄腔大部分是较瓦匠腔，甲咱的家己发音的方式较瓦，差无济啊。即是讲伊的第八调会特别强吼，特别悬，迄叫做高降调嘛，就是伊是食，所以。比如讲，台南的较轻一丝啊，那咱就是好食，咱是已经到第7调的悬度，音悬拢无共款，这是诚趣味的所在。那所以你就听因讲好食无？真高级的高雄腔安尼。其他对咱来讲是较亲切的口音啦，所以你开讲啥绝对拢无问题。拢会通啦。有当时有的人可能毋知啥来误会我袂晓讲台语，所以我想若讲台语的时，对方会反应袂过来，伊是会听无我伫讲啥，伊会反应袂过来，想讲我是讲华语的，诚趣味啊！被骗了安尼，就好耍的啦，都遮四个行行老老的啊，确实逐工拢出大字的，即落字我一段宜兰我都已经袂记你日头生做啥物款，随汉人啊啦，无法度吼，所以即个就拄好甲大家分享一下去高雄的心得吼，高雄袂歹耍大家若有机会，高雄朋友会使去耍啊，会使四个行行，但毋是高雄朋友佫较建议大家有找机会去行行。去一个高雄，你就讲10外分去啊，所以我真希望留一寡时间，互你讲谈歹势，因为我即个过伤长6000多字吼，我这拢无伫遐伫过内底，我当讲拢无伫过内底啊。小控制咧，小控制咧。无紧啊，我发现咱的听友足奇怪吼，足介意听迄落足长的，路长，愈长愈好。哎呀，你看之前我当嘛伫个开讲，讲李碧清教授即个访问访问迄篇。遮长搁遮硬斗的题目，伊是目前收听上好。讲大家毋知是讲因为爱听几落遍才听有，还是讲特别介意听长的吼，都嘛毋知影。应该拢有吧，嘛有可能。甲准算啦。
嘿，但是我感觉真趣味啦，都原来咱的听友长的内等下底容，拢可以嘿，啦伊。是有法度接受的啦，有当时你若希望即个内容较巴适吼，较杂，较真正有物件互人吸收的，讲实在你要想底嘛较困难吼，你讲无两句话尔，无法度解说就已经结束啊，就较困难。时间上的问题啦。然后咱来讲正题吼，既然即个顶礼拜我去高雄啊嘛，吼，所以今日咱就来讲高雄的代志。我专工为着顶礼拜去高雄，即礼拜来讲高雄，即有影是安尼想的吼。吼，咱这边讲的是高雄的都市传说。讲到高雄都市传说，还会记哩，咱捌讲过一个高山吼，即个我嘛去到迄个所在吼，我就想要去找迄个所在，但迄人斗人徛街，咱都无去啦吼。高山一家六口新名户新事件，对无吼？甲大家会记哩嘛？即个故事嘛是真新鲜，嘛袂使讲新鲜啦，怪奇吼，互人印象真深安尼。有一丝丝安尼，恐怖，小可恐怖迄款。咱即边讲的咧是较趣味的，无即个问题吼，而且基隆有几落的吼，当大家伫高雄，佫有机会拄着哦，你是亲身去拄看觅，所以讲叫做真都市传说吼，正港的都市传说安尼吼，其实就是伫高雄各地可能即个行为吼较特别的人啦，有的人行为若较特殊，咱定定讲迄角时的人特别像大家流传口中流传的即个传奇传说嘛，阮遮在地拢知影迄个人吼，迄个感觉呢，嘿，我就根据着即个传说，真济，我就讲出7个，我感觉特别即个趣味的吼，所以模仿咱即个金庸、金庸的即个武侠小说吼，武侠小说，内底有一个即个江南7怪、江南7怪吼，即款的即个人物，甲号做高雄7怪，改名就是高雄即个有名的其中7个真特殊的人。啦，即马咧讲异类啦。有真特殊就好啦，咱无一定讲伊异类啦。当然，这7怪嘛，毋是伫共骂吼，毋是讲因真奇怪，是讲，就像即个江南7怪共款咯。因这7个身手不凡，我讲小说内底吼。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个性，无一定好斗阵。当然。但是因有因家己的坚持，外人看起来真怪奇，无毋对吼。但真侪代志是咱外人毋知影，伊有伊的原因，伊有伊的理由，这咱无一定知影。当然，这个人是伫高雄的即个国市出没，国市这个市吼，顺便补充一下，一般咱当然来讲国处好处。处，嘿，就是处所的处嘛，但是若是老江腔，其实念市，你若打伫宜兰，足有会的人，你才听会到伊安尼讲啊，国市。就开始有即个讲法，咱国市安尼4市伫甲围栏吼，嘛安尼讲4处吼，咱当讲4处嘛吼，4处安尼，但事实上国较古早的老江腔咱讲4市，吼，就一个无共款的腔口，大家了解者。嘿，伫咧国市安尼出没吼，算讲你是高雄人啦，嘛无一定拢捌拄过，人真济，嘿，或者是你嘛无一定听过全部的传说，但咱就一个一个来大概讲一个，看大家捌听过几个。头一个咧，咱团旗吼，就来到高雄的新曲江，听清楚，台语叫做新曲江。新曲江。华语正式爱读做新曲江。曲是土字边，佫一个委屈的屈，土字旁这个委屈的屈。但是咧，咱若高雄人一定讲，那安尼讲吼。长年以来吼，大家拢读毋对，拢甲读成新崛江。新崛江大家可能较知影，崛是共款迄个字，但是中迄个字改成山字边，佫一个委屈的屈。咱当时讲土字边，土字边华语念做曲，山字边念做崛。所以说新曲江变成新崛江。即个新崛江的崛吼，你若是即个后壁即个崛，咱是念做台语念做骨。甲屈就无共款啦，嘿，音调嘛无共款，发音嘛无完全共款，也就是即个骨气有捌听过，比如讲咱讲
对话讲定讲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有即句话有讲大国崛起嘿即个崛其实华语念做崛起嘛你若台语念做崛起是安尼念的毋知当做讲你崛什么物件崛起当然比起即个中国崛起我是较介意看中国崛倒啦总讲一句话字无共款啦发音嘛无共款一个是念崛一个念骨无共款骨当然是用较高雄腔的方式念啦这是即个差别当然只是讲人的惯势你要改是真困难对无因为真侪人你若甲高雄人讲啦讲你安尼读敢若读毋对呢高雄人会甲你无欢喜每人的习惯而且伊可能会讲听无你伫讲倒位啦你若讲念新区江华语来讲念新区江伊会毋知你伫讲倒你若讲新爵江读毋对伊会无欢喜我自细汉就是安尼读对啦自细汉都毋对甲对啦毋对久就变对啊啦就积非成是啦积非成是那当然啦我是安尼建议啦讲若讲高雄人你就坚持讲我自细就讲毋对讲到大汉我嘛无想要改归去啦你叫高雄市政府正式甲改名改成三字边的即个绝安尼高雄人都用华语你读的时阵就袂读毋对去啊嘛若台语咧因为发伫这两个音发音无差足济嘛一个念做缺一个念做缺一个念做骨所以你若读较紧的新曲江差不多真差无济台语可能听无较清楚无你规去叫高雄市政府改一下好啦所以你大家拢讲毋对这讲笑的啦我是这是在此建议即个阿麦单机麦再考虑一下阿麦市长安尼好啦讲转来即个新曲江的传奇那即个人称会行动的城济伯啊华语叫做移动城堡伯移动城堡就是会刷叮当的城堡城堡其实城甲堡无啥共款啊但是过去其实咱较无城堡即个讲法啦所以一般咱会讲城济而且因为伊即个模仿的对象对即个伊讲移动城堡其实是来自一个日本的即个动画动画电影动画电影或者好路的行动城济以霍尔的移动城堡因为伊迄个图看起来较像城济无像城堡啦堡甲济小可无共城济就是你一沿一沿踏起就悬悬敢若半山腰迄个感觉迄款物件慢慢踏起安尼咱讲山济你嘛感觉讲是一群物件安尼所以叫做城济我用城济来甲形容啦霍尔的移动城堡啦因为霍尔遮我是用野原音叫做浩鲁啦浩鲁的行动城济会刷叮当的行动城济安尼即个阿伯定定出现伫咧即个新曲江即个所在但是咧你如果看袂着伊的人伊毋是鬼毋是安尼看袂着是安那会知影讲伊来啊咧你看袂着人佫知影来因为远远你就会看到一座超过一站楼悬的即个城济伫路的刷叮当这奇怪这真奇怪我看完找图互你看我是安尼详细甲看才察觉讲伊即个城济完全就是由即个塑胶落啊啦玻璃杆啊啦纸皮啦甚至是一寡无人爱家具来组成的安尼这厉害踏愈悬伫路会伫拖就对啊向看起来敢若迄出电影内底画面共款只是讲阿伯伊甲踏干咧竖死但是悬甲无人看会着伊看袂着伊啦所当的时速差不多10公里啦伊伫路中豆啊来后壁是塞车塞甲特别死对大家嘛真困扰无人好甲伊警察定你来甲开单啦人无甲信道伊讲无紧你做你开我无伫立的你都无伊的法度就是安尼无甲你爱关伊原则上袂因为安尼关啦一般交通罚单较少甲你去关其实除了即个好路阿伯或者会叫做即个城济伯啊以外咧还佫有一个名号或者底裤仔啦底裤仔是啥物意思咧系底裤裤仔啦一般咱讲底裤嘛那你若想要讲甲佫较有意思就讲佫较底一丝啊还是佫较有诶底裤佫凹起来即个你迄两班尻川两班你要走出来迄款诶热裤华语叫做热裤啦做热裤男当然咱台语内底真少伫后壁加一些男啦足奇怪咱就俗称着叫做底裤仔啦就是讲即个人定定拢敢若穿一领即个底裤或者底裤安尼因为即个粗重工课嘛做资源回收东西回收诶物件你嘛知影讲高雄
安尼规年烫天热到要死，我去一遍我就知影。永远就是讲，你去一遍，佫是即当阵去佫是寒你天去若正6月7月啊，哇，迄无共直接往生，袂遐严重啦。晒成干，那宜兰人可能晒成干。但遐人毋通干，因惯死啊！咱规随时浸伫水底人，去到遐敢若鱼仔共款，鱼仔上花晒成干，好来继续。伊就看即个阿伯，永远就是顶身是即个烫白体，无穿衫，裤仔就穿一领即个短裤仔啦。毋着敢若非洲咧，拍到乌咪毛。嘿嘛，乌人乌安尼吼，毋过即位即个短裤仔啦，好多阿伯吼，我买差不多半当前有一段新闻，有一件社会新闻，就讲伊因为定定痛甲呢规声济拢遐悬的即个回收的物件嘛，甲停喺人的店门头前，伫遐整理哪收，你是毋是影响到人做生意？对咯，双方就当然店家就去甲伊讲嘛，双方讲袂好势，就起冤家，即个短裤仔啦就家己敲电话报警。是阿伯甲你报警佫毋是店家，想袂到警察来了，伊嘛无得甲警察信道，为拍仔底摕出迄个美工刀、射击刀迄款要甲威胁店家，警察伫面头前，你刀摕出来，那这个呢？所以讲当场警察就甲伊刀甲拨开甲用开了，甲休开了，就甲压制伫咧涂骹啦，甲控制落来后来佫带转派出所。那其实嘛有一寡民众有反映讲，伊最近实在是造成遐的即个徛家甲店家，徛家就是住家，店家就店家，无啥共款徛家店家你要讲大家有啥物方式会使形容徛家？住户嘛怪怪，我讲徛家是较好的词啦，所以大家嘛使学起来。有的人较无了解徛家即个词，就是住户啦，居住住宅区店住家，店家就是做生意的啦，有店面的迄款的，徛家甲店家拢诚困扰啦。若半暝起酒宵，佫会甲人停伫路边的机车拢摔倒了。即边你佫举倒出来，毋过后边就毋知影佫会做出什么代志来，所以大家小可担遐呢。其实根据记者采访即个人即个阿伯伊的老母是诚早就过身啊，算讲是即个老爸带大汉的啦，后来咧都。即个因老爸破病，伊就死掉头路，转来到高雄，甲因老爸照顾安尼。老爸过身了咧，就单操一个嘛，无需要顾家庭。所以伊无带某就对啦。无教，即一般咱就讲无教，罗汉骹就开始塞一台塞车推车塞车，就捡回收过。算起来嘛，是讲即个艰苦人啦，生活嘛可能嘛真艰苦，只是讲伊都一寡行为较出格，奇怪这是头一个或者即个，目前嘛是安尼啦，惊动的声济白啊，会移动的这个陈宝博安尼，这是头一站。第二站，咱就来讲到即个，我看一下第二站讲到即个仁武即个所在。仁武仁武乡，仁武区，但因为拢是直辖市嘛，直辖市，所以这是直辖市啦，所以都是用区来算所以即个所在算即个仁武区。仁武即个所在即个名过去是因为郑成功的时期，即个屯田制度，甲即个所在叫做仁武镇。就是因为即个屯田制度的关系。那什么是屯田制度咧？伫遮就是讲即个你掌权者爱饲遮个士兵来替你战争。若无物件通食伫遐摇不倒，遮个士兵随时就甲你变面啊，对无？我若摇不倒，是。但是咧，我无遐济粮草啊，要怎创？我规划一块当无人种的空地啊，当然，这空地啊是咱暂且安尼讲啦，其实诚济拢嘛毋是啥物空地啊，无空地啊，就是阮住民的生活空间嘛。过去诚济所在是安尼，总共是就是对遮个士兵、遮阿兵哥啦，讲，因为我看恁平常时嘛用，即块土地互恁种出来遮个粮食，恁家己食，家己用，时到互恁家己开垦，时到若是要战争，恁则放下低头换野青，就是安尼。我土地分互恁嘛，恁就家己爱种，家己想办法找食我嘛是有甲恁照顾啊，即个感觉叫做屯田制即大概互大家知影一个还有即个就是屯田制甲仁武的关系啦。讲倒来仁武的即内底奇人或者即个其中一怪，或者仁武歌王。
歌王，嘿，你以后有机会去到即个高雄，我来拄着伊，介下一嘿，个，甲伊小甲伊写一个吼，无毋对，甲伊比赛一个。即个歌王其实有一个传说哦，当地流传呐，是讲过去伊参加一个电视台的歌唱比赛。即个比赛真有名，毋是超级偶像，毋是星光大道，是搁较古早的一个节目。21世纪。嘛毋是吼，毋知咱听友敢摇会着？你摇看觅。21世纪，伊早帮车主持的，搁较古早，三个灯，差一丝啊，差一丝啊，就是迄个一粒灯、两粒灯、三粒灯，足侪粒灯的迄个节目，五粒灯，总共5粒的迄个节目。听讲啦，人网络传说，我毋知真的假，有时也是传说无一定嘿。伊伫咧即个节目当中吼，因为电视台的需要，去互人烧营养汤处理掉。你嘛知影，有当时啊为节目的即个节目效果啦，节目效果有当时有即个问题。比如讲你无即个，因为讲你无即个班，若是你未来就算出唱片，可能嘛无好卖。伊就希望无怪互你头名安尼吼，所以就烧营养汤就是甲代志处理掉，迄个感觉处理掉。成功选举嘛有即落问题啊。对嘛，即款讲法吼，就是私底下呢，偷偷甲你先敲好迄个感觉。对。自此以后咧，即个人咧，人物歌王自此以后精神煞来失常吼失常，开始吼骑一台脚踏车四界踅，停伫路边咧，就家己一直大声唱歌，像讲即个高雄的人中路顶悬即个灯发黄昏市啊，灯发黄昏市场的黄昏市啊，或者即个北德东路的即个原来国小啦，仁香路的火锅店附近啊，土地银行啦附近啊，拢有伊的形影，会陪伴着伊的歌声。伊无摕一个了，像即卖街头艺人啊，囥一个讲啊，人甲你投钱啊。敢若有当时也无啦，就是人家唱歌，你也知影讲。家己一个人徛伫路边唱歌吼，这若包装了好，叫做街头艺人、街头艺人。若包装了无好，较输一粒土豆钱。大家讲这人足奇怪哦，上较混的。论真讲啦，听讲伊的歌喉正讲是袂歹哦，听讲音足准的哦。大家有当时注意去听。甲比赛过伊啦是事实来讲，毋过伊。原始的基础奥地利应该是无差啦，因为咱之前捌讲过一句俗言，叫做高熬去食调，人伊毋是安尼，伊颠倒变吼，音准啊声哨拢有够吼，佫会换歌，佫毋是讲一条歌尔，伊佫会换歌。安尼内底记忆要真济首哦，嘛袂有讲啥物造成别人危险的行为啦，吼，所以有的人嘛会投一寡，有的人嘛会投这钱。真是的，应该是会啦吼。所以讲是当地即个名人啦，技术啦。这是第2位，就是咱即个人物歌王，咱会伫高雄四界拍照。查甫哈，查甫的，叫做歌王嘛，毋是歌后啊。对，嘿。过来第3位说落来，咱又过来到高雄其他所在，叫做燕巢。燕巢迄落芭乐最有名，上有名应该就是芭乐吼。这嘛是高雄的一个区啦。一般咱讲伫咧教场驶即个跑车是拼生死吼，伫咧路诶驶跑车是爱载美女。美丽的美女啦，美女啊，美女也可以吼，咱来听会讲美丽啦。我听美女听较无，较少讲，当较少讲，确实无毋对。美女也可以，但是安尼你无押韵啊。无要紧啊，阮若拄着一个朋友嘛，拢叫美女。这位阿伯驶的跑车，伊无载美女，嘛无载美女，拢无吼。伊载100万顶级的音响喇叭吼，甲规座这音响喇叭绑伫咧后座。规身红光光的跑车，佫无顶挂，吼是款敞篷跑车无顶挂迄款的，无挂啦。喇叭咧放上即个电子音乐电音啦，电子音乐。毋着超大声。因落动之，车袂到，声就先到啊！主要就是伫咧燕巢大社即个所在，或者和平路行大，人称和平路一哥，嘛有做。摔拍跑车伯啊，敞篷车阿伯吼，因为就是驶一台跑车嘛。即个阿伯你看伊做代志遮轻快，咱之前捌讲过浮夸的意思吼，做代志较伤含拍手安尼。
驶一只跑车四界热扫啊，定定佫烫北体无穿衫哦，顶半身散散啊啦吼。今年已经75岁阿伯，即个阿伯75啊，今年75，表示身体也袂歹啦。记者捌甲采访过，因为遮特殊嘛，一定叫采访者。人伊讲伊的梦想咧，就是安尼过日，伊就想要安尼过日。进前伊嘛捌正常伫咧过啦，较早驶吊车，就驶吊车的即个司机就对啊。后来离婚了后，开始怀疑讲放飞自我，决定要开始追求家己的梦想，家己的梦想或者梦想拢会使吼。甲30年的即个欧洲跑车，佫开钱落去改装。欧洲的跑车搭一摆咱毋知影啦，无讲。伊离婚了，等于讲无负担嘛，就对啦。又佫一个无无教的款啊，我就是要啦，毋知有囡仔无啦，但是无讲着即件代志吼。伊就讲这就是我的兴趣，做人就是爱有个性啦。伊就安尼讲，安尼真有个性。人家访问的时阵，伊就讲做人就是爱有个性。赞。毋知影咱听有啥物较深刻，还是甲人较无共的即个梦想无吼？所以讲阿伯定定是插着遐迄个徛家啦、徛店，咱当讲即两个词吼。毋过咧，我是小可甲真佩服啦，坚持追求梦想安尼，毋惊人笑，毋惊人骂，人嘛无济。讲实在吼，咱遮坚持吼。只是讲伊的新闻吼，或者是遮讨论吼，大部分最后是停留伫咧即个2018年，也就是即个肺炎伫咧爆发的前一年吼。那07年，安尼2018啦，打差不多4年左右，差不多4年左右。4年后打毋知阿伯还佫有勇行无？最近都无看到人伫讨论无伊新闻，因为若讲无人伫讨论，有可能打无出来啊。嘛有血啊啦，讲实在吼，即两即个肺炎嘛，遮严重，毋知是暂时收山休困者，还是讲啊是安怎，这都毋知影。大家若捌拄过吼，会使留话甲人讲吼，讲最近有佫拄着无？看有佫中出工哦。中出工哦。无毋对哦，咱先讲头前三，你讲有即个高雄7怪，咱先休困一下，难免还佫后壁4怪，佫继续转来。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即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台语，甚至是其他本土语言的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咱继续转来吼，咱拄则已经讲3位啊吼，高雄7怪讲了3位，来到第4个。刷落来，咱就来到即个叫做凤山即个所在，凤山真有名。古早叫做鼻头，鼻头啊，华语变哪念？北头吼，皮啦，迄个华语念做皮，咱宜兰望龙皮的皮。但是咱都讲有人望龙背，其实念对，叫皮糖的皮吼。若台语叫做鼻头吼。凤山区是目前高雄人口上济的行政区。那以区来讲，高雄市议会嘛伫咧凤山。安尼哦。凤山区内底咧3个主要的生活区啊，包含赤山、凤山、五甲。我来听你讲赤山。赤山毋是赤山。我毋知影是毋是念做赤山啦，但我是参考因凤山即个所在是用山，伊毋是用山。呀，你要看，向我听赤山。山有偏音，有偏音。因为在台湾呐，真侪地号名有山即个字吼，有诶念山。有诶念山，嘛无一定有啥物标准。
赤沙是啥你知无？赤沙的2号沙滩，我知影啦。赤迄种的啦，黄色的迄款的色，但是也有都赤沙啦。赤山、赤山、赤山嘿，只是因为红山这个区是红山嘛，我就对安尼念啦，有毋对，大家甲来甲高雄的朋友甲来甲我纠正一下吼。我照念哦，赤山我念做赤山啦吼，红山甲五甲迄毋是赤山。高雄人的口味甲咱差不多，所以无遐济糖的感觉。迄台南遮迄落，我拢是即个清代早期就发展起来即个区域区域啦吼。毋管是新东东的徛街，也是历史悠久的古迹，拢总有。算讲是真老一个所在啦，真逐个来去行的所在。即个所在人济啦，出的即个怪奇的人物，自然就搁较即个法力高深，毋知有才调吼。在即个有法伫内底徛起嘛吼。若讲起着凤山一怪吼，可能高雄人拢会承认，就是即位含即个德家啊，德家啊知啥物无？德家啊，就是一种诶雉鸡嘛。嘛是啦，德家是一款鸟啊，无毋对啦吼。但一般咱讲德家啊，时阵吼，毋是讲德家的时阵，还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咱最近也伫讲乌道的新闻对无？德家啊，就是讲一寡咱讲小混混、八加九罗麻囝迄落感觉。另外一个名词就对啦。嘿，做德家啊，定做德家啊。这是连德家啊都会惊的人物咯。即个怪奇的人物吼，就是凤山的水果阿嬷。哈。水果，嘿，就是果子吼，水果，水果就是果子。水果阿嬷当年以来拢会伫咧市场捡一寡即个人卖的即个果子啦，吼菜色啦，吼用手甲揉甲出汁。吼揉即个事吼，就是咱揉捏啦，伫手内底揉捏。你嘛会使讲定甲出汁无问题，吼，即咱遮就爱插一个即个恰恰，顶边迄个一个连续我改来个一个所以就是即个伊就用手夹即个水果，我是讲揉搁较好啦，比定搁较好，因为定是你手指头也无叮当，真用力安尼。定你就是参考即个咱即个恰恰迄个影片，但是你若是用揉是连手啊，搁伫手指头嘛伫叮当，你想尽办法甲全部用出来吼。所以我较改用揉啦吼，甲即个物件人买即个果子菜色甲揉甲出汁，当做果汁。入伫罐仔底，人若乌倒摆啊，天红灯的时阵，伊就雄撞出来，甲你压。我毋是甲你压，伊会强迫你买伊的果汁。哎哟，那真恐怖！叫你爱买，互你走安尼。你若甲拒绝，伊佫会甲即个臭酸的即个果汁吼，迄伫你的车顶，顺手佫甲你吊伫头前去，乌倒摆头前即个饮料啦、便当那个抢走，就恐怖的。哎哟，我拄着这我就头壳疼。伊甲你告安尼吼，网络甚至风声讲高雄遐批车少年家飙车族。批车少年家吼，看到警察是无伫甲信道啦，我惊即个水果阿嬷呢。所以有诶较含糊诶讲法，讲伊捌一个人吼，哈体几落百名即个批车族、飙车族，有即款讲法啦。当然虽然讲是较含糊一丝，较伤含啦吼，但是。若要讲到即个水果阿嬷是高雄七怪之首，我感觉真侪人会认同啦。我也要尽量闪较离的啦，看到伊就闪较边。你莫讲其他，伊家己迄个臭酸的水果，即迄个果汁，迄伫你车顶若破去，迄个臭酸味你洗袂掉。洗咧。所以就是逐个惊啦。闪。是，咱再来补充一个啦吼，咱拄则伫讲信道。对无？我无伫甲你信道啦。当我要讲一个词，意思差无偌济，但是我希望大家知影，你知影就好，毋过尽量莫用。即个词你爱知影，但是莫用，甲即个信道意思差不多啦。或者因为因真粗鲁啦。但是上无人伫甲你骂的时阵，你互骂的时阵，你嘛爱听有嘛。所以即个词咧，叫做秀兰。你就知影吼，咱即个字咧，咱真久以前伫咧清代府城三大奇案的李祖庙烧金，迄件内底咱有一个台语小教室，佫会记得无？我真正佫有即个听友真热情吼，就是有老话讲爱用即个内底各部位的即个名词来教囡仔讲台语拢安怎讲。迄真忝，讲甲即集有影。讲迄集我是讲甲真忝哦，讲甲喙焦安尼，讲甲面红红吼。咱
简单来讲是男性性器官、性器官伊的统称。那各部位各种零件即个咱拢有提起过啊。有兴趣的朋友咧，你就翻头去听就是即个李祖庙小金这集。那嗅烂的即个烂的，主要指的是咱讲懒觉啦，就是生殖器迄部分查甫人放尿放好拢爱甲即个嗨者，甲即个甲嗅嗅的这袂滴着裤啦，滴着骹啦，这意思就是讲，我连开即撮气力伫你身躯拢袂瘾，所以拢无伫甲你嗅烂，很不屑。那即句意思是讲，我连安尼开即撮气力遮即个所在咧嗅一个气力。我都无想要用伫你身上啦。讲这上简单就讲看袂起你。嘿啦，无伫甲你嗅啦，是无甲你信道，无伫甲你看会起啦，看袂起啦。再次甲大家提醒，这句免用啦，免用啦。互大家知影有即个词。嘿啦，我嘛知影有的人听过，有的甚至有用过，但尽量莫用。除非是你足好的朋友，而且你知影伊的个性是无问题，袂甲你比面的，你才会使考虑吼。啊无伫遐妄做圣公生巧，啊无伫遐休兰哦，尽量莫吼，好不好？对啦，最后大家了解一下，等下讲着信道即个词，来补充。咱是有气质的，是，我相信大家伫听我讲台语，一定有知影讲，我平常时若伫用台语，其实咱讲话虽然有真济古早的物件留落来，真济较旧的词，希望大家了解过去留落来真济话语。但是较粗鲁的，其实原则上我拢无伫用。大家若伫听应该知影，我无希望一直互大家认为讲台语就是为着要骂垃圾妹啊，为着是要甲人粗鲁冤家相拍相甲用的，毋是安尼。毋通啦。所以我希望讲，我嘛会讲较文一寡诶台语，互大家希望讲正常咱伫讲话感觉安尼。咱讲是要讲互人听有尔，并毋是讲我安尼讲。互你感觉讲台语有真水诶所在。互你去了解即个词安尼啦。来，咱讲倒来即个水果阿嬷其实网络是流传讲即个水果阿嬷家境其实袂歹哦。所以卖果汁是伊诶兴趣啦。即个兴趣我足惊，兴趣到讲，甚至是人车若停伫遐，伊会规个人。就搭伫咧车窗顶悬的呢，问你讲要卖果汁，够恐怖诶！即嘛啦，安尼知影赶紧钱摕100块互是安怎？我是感觉等下问毋到百几。有啦，啊若去互霸着诶时候，你都毋知要哪创啊！迄当中有影是会惊一个破胆啦。是讲当你就算讲想要去拄着，是恐惊嘛是无机会啊啦。因为已经几落当无人看到伊伫咧卖果汁啊，嘛有人真肯定真肯定讲伊已经旺盛啊。毕竟嘛，真侪花啊，已经上天堂去咯。这就是这个高雄七冠之首，这个水果阿嬷，大家了解这是第4位。过来第5位。后来咱继续伫咧高雄拍走，来到三民区。三民区这个所在过去叫做三地厝，主要就是姓王、姓丁、甲姓蔡，这三个家族啊，王、丁、蔡，这三个家族啊来开垦的，所以叫做三地厝。自本呢是高雄市人口上侪的所在，但是咱等有讲高雄市人口上侪所在伫搭。高山，毋是啦，红山，红山，毋是红山哦，伊念做红山，冈山念做公山，鼓山念做高山，但是凤山念做红山，但是冈山那个羊肉炉、羊肉炉，迄个冈山，所以念做公山，无毋对，公山，就像咱有即个圆山，但是。东山嘛是念山，咱遮有啥物是文言的山无？敢若较无，太平山无算来讲，以地号名来讲都无。爱想咧，雄一个熊一下子没有想起来，想袂起来吼，就是反正就是因为地号名即点较麻烦，就是有山即个字，南米山、南米山，你若在地人就会知影念字，细汉就听过吼，所以咱若外人一点，有当就是随人知影讲这毋是在地人。圆山山就山就过圆山啊。过去惯势啦，圆山，圆山当然会使，但是咱一定无人安尼讲哦，你讲圆山无人听有。你讲要去圆山，人就讲哈。有啦，伊讲圆山啦。圆山嘛会使，但是咱
关键像这两个词，大家，咱讲完山的时，无，你若是用文言的时阵，你若讲完山的时阵会使。完山，嘿，这个时阵会使，吼。但是你若是讲圆山，当然是无人听有哦。对，咱就讲圆山，但是你讲圆山区公所，这时阵就无啊啦。对，啊，不是区公所啦，这个乡公所，圆山是乡公所。啊，你若讲的圆山，我相信吼，阮兜遮可能是讲是要去台北迄个饭店的款吼，圆山大饭店，圆山大饭店。其实连圆山大饭店，你嘛定定讲圆山大饭店，讲关系啊，关系咧人做伙啦。还好这都是好耍啦，大家了解一下。好，咱就讲这个，拄则讲目前人口上侪是凤山，但是咱当讲这是三明区嘛，三明区自本是高雄市人口上侪所在，是2012年开始才输互凤山，当排第2个。那当然，不管咱讲嘛是抑佫真闹热啦。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所在机关啊、学校拢真侪。行政区啊。比如讲这个民视电视台的南部新闻中心，南部新闻中心就是伫咧三明区的博爱1路。是哈。就这个所在。嘛有一间真爱拍广告的学校，嘛伫咧遮。什么学校咧？就是树德家乡树德家商，家乡拢可以啦。树德家乡全名叫做高雄市私立树德高级家私商业职业学校，高雄市私立树德高级家事商业职业学校。这等安尼。要念较这的学校名啦，所以伊的简称大家拢叫树德家乡、家乡咯，树德家商吼。咱要讲的咧，这个人吼，就甲这间学校有淡薄仔关系哦。学校头前迄条路咧，叫做建兴路、建兴路。建兴路出去到大顺二路这个交接口，定会使看到一个人徛伫咧路口，伫咧遐指挥交通。伊设备啦真齐全吼，一身的制服吼，乌皮鞋，手举一支这个指挥棍啊，指挥棒吼，身上佫安一支无线电，毋过若佫挂一个 BB 啊，就哨子啦 BB 啊，一看就想讲这就是一个交通警察伫咧遐指挥嘛，指挥交通。有穿警察衫无？制服啊，有规身的制服拢有哦。是吗？迄个架嘛有，反光迄个架，就是看起来像是毋正讲的，咱毋知影啦吼。但是你认真佫甲看，你会发现讲伊指挥即个交通袂输伫比刀人剑，输出一路即个独孤剑法吼，甲咱武侠小说咧。其实即个人咧，就是在地啦，通人知影做树德指挥伯啊，或者树德指挥官，伊在指挥来指挥去嘛。指挥伯，树德指挥伯。听讲即位即个树德指挥官，因为真想要做一名交通警察。本来想要做即个工课，伊梦想啊。可惜。最后就无行即道啦，所以才会家己咧伫遐斗相共指挥交通。你若乌白停车，伊佫会甲你开单。毋过迄张罚单吼是字贴落来的，顶悬一衫你嘛看无安尼啦。讲到是字来补充一个日历即个物件，咱讲字，我知影有诶所在，咱是讲字，我拄开始听别个音的时候，我感觉足奇怪，我当都会知影，有诶所在会讲腊日。伊若汉字写做历日，反过来写，颠倒头写历日腊日，真侪所在讲腊日，或者是这腊日，有诶写日，有诶写日嘛。普通咱若讲腊日是讲好歹日啦啥。是，我当就是要讲即个物件吼，就是那咱一般讲诶一张一张，今日几号几号，一工一工爱拆掉迄个，爱掠落来。日历日子，华语讲日历吼，咱一般依然咱遮讲日子，有诶所在讲腊日，有诶所在讲腊日。即个 L 音会较重吼，嘛有人讲日书，日书，有人讲日帖，逐工贴一张嘛，日帖嘛有。毋过咧，咱拄讲，咱主要是讲日字，你讲其他事，咱会向反应袂过来。但是你若讲着带即个农民历的即款簿啊，即款农民历迄个簿啊，顶款有时搭一工做啥物代志，或者咱会讲腊日簿啊。对，咱要编腊日，就是讲倒一工好日要创啥物代志，编一个腊日，编一个较好的腊日簿啊，编一个安尼。所以无共所在讲法无共款。我拄开始听着想讲腊日啥物碗糕，我知影伊是讲日历。
理啦，就是讲咱哪有人安尼讲吼，有别个所在是安尼讲。因遐个所在，咱遮是讲日字，其实若写成汉字就是日志嘛，就是逐工的物件嘛，所以咱讲日志，嘿，无共款。你若到宜兰，你就讲日字爱贴，都毋是腊日爱贴，无共啊，什么物件？嘿，腊日咱是拢伫想讲你要看什么谱啊？是冰册，冰迄本，搭一工是好日安尼，要做什么代志，事宜挂农民历的迄款谱啊，无共款。对，其实即个指挥碑，咱讲在指挥碑啊，伊已经指挥真侪档啊，有的人是自细看甲大汉啊，所以真侪档啊吼。伊有当时啊，嘛换去别个所在指挥交通，甚至嘛捌出现伫人即个选举拜票的车队顶管道指挥交通，车队边啊啦，到即个车较济嘛吼，到指挥交通安尼。当然啦，上主要还是要顾好即个学校啦，咱讲树德嘛吼，树德加上。根据一篇12年前的新闻吼，讲伊逐工透早。下晡啊，个暗时啊，吼，即个暗晡啊啦，暗晡啊，夜间部啊，夜间补校啦，夜间部吼，暗晡啊，吼，安尼我若轮3班咧，嘿，3班制，拢会徛伫咧树德家乡这门口附近吼，伫咧指挥交通。啊，你若问伊讲，啊，伊就会甲你讲，即个学生的安全足重要，爱甲保护好，所以伊就在指挥。好，伊就迄个时阵来讲，照迄个新闻写是讲，迄时吼，甲迄个时阵就已经逐工指挥交通，指挥到15档啊，已经过15年啊。安尼哦，啊嘛有人讲佫较久，有人讲我自细汉看着甲我已经娶某生囝，还佫伫指挥交通。而且这是12年前的新闻啊。哦，啊若甲档啊，佫有第二来讲，上少是27档啊。哦，一个人做一个工作，要27档，伊准备要退休啊。真无简单。这几档啊，就较无找着人去讨论伊的资料啦。啊，等于就较无看呀啦。是吼，那敢若知影讲伊是有轻度即个智能障碍或智能障碍，轻度的哦，那打算起来应该是差不多56岁啊。啊，其实嘛无济岁，但嘛小可有岁啊，就希望健康啦吼。那迄时阵是甲即个小弟带做伙，爸母拢无伫遐，甲小弟带做伙，啊，当到已经无伊的消息嘛，嘛希望伊即个是平安顺遂来退休啦，嘛差不多该退休的。吼，咱嘛希望讲。因为嘛是拢，伊顺势啦。你反虽然是黑白指挥交通啦，但是伊嘛无造成别人的影响，但是嘛大家感觉心实趣味，啊人嘛袂歹，是好心，无影响任何事啦。啊嘛是好心好意安尼吼，所以希望是平安退休啦。过来说落来第6位。咱这是即位真正伫高雄，正港是有出名的吼。出没的地点呢，出没就是出没啦。出没的地点嘛侪吼，像即个高雄市的光华路啦、三都路啦，三都就是咱知影讲高雄什么。一位1算甲10哇，什么我一直袂记，1心2啥？我知迄条路足歹记咧。青年路啦，个文化中心附近的西巷吼，你会看到一个人，新青西米露，吼，也就是西装啦。有一句话讲美国西装，大叔啊，这袂使讲咧，跋筊上惊讲，你穿咧美国西装，我都大叔输了。讲到西米露，你会想起一条歌无？什么歌哈？有一条歌叫做《青蚵仔嫂》。人的阿姑若是穿西米露，阮的阿姑若话是袂青蚵。这个太久啦，你本来有记得脑海着。这嘛足古早，应该是足古早的歌啦。我就甲你讲太久呢。但迄个时阵，我拄开始听过西米露，就是为遮来的。较知影讲西米露是用穿的，到底啥？原来就是讲西装啦。吼，咱当定讲西装。讲倒来咱的主题啦，吼，即个新穿西米露骑自转车的人，伊拢骑一台自转车，拢骑铁马啦，铁马啦、脚踏车啦、自转车拢会使用共一个物件。上大的特色是啥咧？就是伊的自转车后壁咧，拢会夹一块牌啊。牌啊顶悬写的字定定会换。安尼。比如讲，伊会写即个东大毕业。东大一般咱讲东大，就是讲东京大学、东京大学足名校啦，吼，真有名的学校，真厉害。应该毋是台东大学啦，台东大学应该是嘛袂歹啦，袂歹。我意思是讲，伊应该毋是即个意思，或者台东大学的即个校友毋通甲我骂。东大，东大毕业，吼安尼写，啊无就写是
日本满洲战区指挥官。安尼伊可能是还有英语的有受到日本教育的款呢。唔知咧，还有这个 I am 就是这个英语啦，I am 是我是啥的意思 ？I am 基定空间向量考试冠军，矩阵空间向量考试冠军。当然写我是这个冠军就对了。安尼家己对家己就有信心的。还有人提起讲，嘛有写过这个数学物理诺冠军，要写诺，袂使写 A， 要写诺，日语迄个诺。数学物理诺冠军。诺冠军得冠军。或者是英语写 the man 就讲这个查甫人啦。物理。流体力学考试冠军，物理流体力学考试冠军安尼。嘛真好笑。伊就挂一块牌啊，伊嘛无创啊，伊就挂一块牌在后壁。所以人称高雄冠军兄。好，家己有信心就对。大家加你个好啦，伊都拢讲家己冠军嘛。对，就是安尼改好名嘛好咧。其实这个冠军兄吼，佮落当前就真出名啦。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无伊的消息啦，想袂到这2档啊，又搁出现啊！只是讲伊骑车的方式吼，无共啊。嘛毋是讲无同，有当时啊吼，爱需要较注意一下。骑踏车是无问题啦，但是伊定等红灯的时阵吼，家己洗圆箍啊。无想要停落来，看你伫遐洗圆箍啊！一青灯吼，咻一下就撞出去啊！这都要较注意一下，惊危险。佮受到什么刺激啊？我毋知。有当时啊嘛，甚至有即个串红灯，串红灯的即个行为。弄红灯啊！穿过即个红灯，红灯直走啦。伊毋是弄迄个红灯的条啊啦，毋是袂有做弄红灯啦，串红灯，穿过即个红灯吼。无啦，红灯直走哩。红灯直行，拢无停的。红灯直死。这大家高雄的朋友吼，若伫路看到后壁徛一个牌啊，像某某冠军吼，某咪冠军的，咱家较注意一下吼，伊可能会串红灯。有时啊，向甲你飞出去安尼。头前咱讲到的即个凤山水果阿嬷，树德指挥伯啊，参即个高雄冠军兄，这3位咧嘛有的人甲因合称，或者高雄的3大条，高雄3本柱的高雄3大条安尼，就是就上厉害的这3位安尼，这是第6个，我来讲第6个啊，上尾一个。第7个，或者抓漏专家陈在佑。安尼，这抓漏上困难的咧。咱讲即个做医生惊治扫，做土水惊抓漏，还佫一句是啥？我会记得有3个。有吗？是吗？还佫一个我袂记得啥物。有当时佫加一句无一定的主要这2句较济。最后咱来到这上有名的第7怪，就是抓漏专家陈在佑。你若问高雄人，可能大家拢捌看过伊的广告。安尼。路边路啊拢有伊的广告。有的看板。有的看板，有的布条啊。一个敢若即个高中生高中读学生啊呢，古锥的红仔头像，大概4格拢是。其实这是抓漏的广告啦，边仔甲你写抓漏安尼，放伊的相片。即个陈在佑30岁的时阵，已经开一间专门抓漏的公司啊，家己开公司头家算当头家。公司嘛有 Facebook 我捌去甲看过。毋过你若是伫 Facebook 因发布的即个相片内底你是找袂到即个古锥学生款的人，大家做伙翕相是安那咧？因为伊本人已经超过60岁啊，但是伊的广告就当初是对即个红仔头，佮当无改过。原来当初是伊拄开公司啦，伊就摕即个毕业进前的即个翕的即个毕业簿啊，过去毕业咱相簿嘛，毕业簿内底即个红仔头像来用。想要表达一款即个专业的感觉，伊当初是用即个毕业簿内底即个红仔头像来用用到10外档啊，几十档毋是10外档俩，几十档啊大家都有印象的，就是讲伊就是即个囡仔面，永远袂老，永远袂老对。号称即个袂样的查甫囡仔，是永远毋知伊到底变啥物款，永远拢即个面出来安尼。所以伊一定拢无换人像就对。拢无讲换过，广告永远拢即个头像安尼。安尼所以你会记得足深的呢。后来就变成一个传说。你凡说无看过伊本人，但是一定看过伊相片，即个感觉安尼。问题但是伊相片嘛是过了10年前的相片。但是你想要找即个相片的人，可能困难咯。我若要甲伊的相片，真正共单的相片找出来互你看，甲单个无共款啦，差侪年啊。迄阵古锥小可夯灵安尼真古锥。囡仔嘛，
应该伫要毕业进前啦，即毕业进前的迄等青春啊。嘿，因为变成一个团队吼，其实今年年初因厝内的人吼，少年人嘛，真够变一寡无共款的代志出来，所以伊佫特别发现叫做 NFT。NFT 是当现代一寡概念啦，我遮都无够详细解说迄个物件。总共一句就是伊用伊迄张相片吼，甲变成1000份的物件吼，伫咧网络顶讲有兴趣，大家使去找看嘛。当然已经无啊啦吼，就是伊这 NFT。总共1000个，你会使买其中一个，一届会使买到一个安尼。你若买到即个物件吼，除了你会使佫加摕到一领，做写单在油掠漏的衫，或是那 T 恤，会送你以外咧，佫会对为这1000人内底抽出一位，就是无按定几遍的，就是即个免费掠漏服务，免费给你服务啦。甲偌久进前你即间厝吼无按免毋管几届，只要你拄着漏水的问题，你就免费咧。抽一位来甲你服务安尼。哇，伊嘛真够变一寡少年人的物件。这应该是下底啊，是下底啊会去做的物件。伊就负责甲翁仔头摕出来，就是我本人啦，安尼迄个感觉安尼吼。即个掠漏专家陈在佑吼，请到什么程度咧？今年10月，也就是2个月前啦，无到2个月哦。高雄市区佫出现一个看板甲宣传车，看起来就敢若即个陈在佑的广告吼。那伊的广告当然就无厉害啊，因为已经开始侪档啊嘛。但是你详细甲看，你才会发现讲，毋是咧，顶悬毋是写陈在佑，顶悬是写陈其迈。也就是陈其迈，在高雄市长陈其迈、陈其迈。是安那即个物件，而且伊就是挑工。模仿陈在佑的广告，安尼哦，做共款的物件，你讲嘛写掠漏就是讲掠即个不足的所在，咱政治内底不足的所在吼。伊囥家己18岁时阵的相片，伊这是为着要宣传咱之前讲的，咱一开头就是讲18岁公民权，所以互你看讲我18岁是啥物款，迄个时有一段时间当流行前一阵啊，大家囥家己18岁的相片，就是讲希望到推动，互大家同意来投这个。同意票吼，这个公民权修法修到18岁。哇，头脑真好咧！你就知影讲陈在佑偌出名，高雄市长嘛爱甲你模仿伊的看板安尼，嘛爱甲你偷学，你知影？专工做甲久久啊，褪色迄种感觉，挑工做甲安尼。太厉害了！这就是咱的这个高雄7怪第7怪上有名的啦，所以讲上有名吼。咱总算甲这个真都市传说东台高雄7怪拢讲了，所以只有对一位这个印象上深的无？因为我刚才追过阿嬷，好上恐怖，上恐怖嘛是印象较深哦。有这个吼，这间咩，互霸着我就烦恼啊！霸伫车顶是是吼。敢一个乌气念着。你嘛袂使乌白车开，种人若受伤啊，构成怪你对无？对啊，毋敢叮当啊，对啊，上恐怖是安尼。虽然去用乌气，是敢水蛭安尼啦，乌气就是水蛭，甲你去着，哎哟，爬起来着咧。对啊，吼，其实高雄的怪人怪事、怪人怪事毋若遮的啦。有啦，网络顶吼甚至有讲甲16项的，真侪款。这是我拣出来认为讲特别趣味吼，或者是有特色的，想要甲大家来分享。高雄的听友若是有倒一位吼，我无拣着，但是你认为讲这个无讲要哪会使吼？嘛，这决定爱讲的，无讲袂使吼，你会使留话互我吼，啊，以后有找机会咱再做，咱再做第2集。有机会再继续。当然啊，嘛爱特别甲大家讲啦，讲咱讲遮个人的故事吼。虽然会使讲是对咱来讲啦，因的行为对咱一般人来讲是较怪奇无毋对，但是一来我是要借即个主题，简单咯，还互大家熟悉一寡高雄各地区故事啊，像咱有讲到即个人武啦、三民啦、红山啦、新曲江啦，互大家了解，比如讲即个所在安怎来的。对，咱敢若像奇人异事安尼啦，带大家在高雄行用听的来小可熟悉高雄一几个区啊。用听的你嘛有画面，尤其来恁遐人应该霸伫车顶对。当然在地人感受佫无共款啦。对啦，互咱来对这个所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啦，吼，大家有机会再去高雄耍嘛吼。二来嘛是希望讲大家使理解，我超工用这个武侠小说内底这个江南7怪，这款好名吼来甲
或者高雄七怪，江南七怪虽然个性拢咩咩角角真侪，但是人也是即个真心坚持因的理想。对啦，因的梦想。某一种程度来讲啦，咱今日讲的这七怪嘛，小可成吼，虽然会坚持，对，虽然会特殊啊。你想看叫你去指挥交通，家己乌白指挥就好，几十档你挡会调。莫讲挡会调，徛底下咱真心嘛徛袂调啦。一场我都挡袂调，莫讲一工佫3遍吼。佫轮班的咧。是啊，所以嘛希望互大家理解讲，虽然咱摕即个故事来讲，但是嘛希望互大家知影，尊重每一个人的无共款，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每一个人无共款，这是最重要。互相尊重。虽然我写七怪，但是有即个意思伫内底，所以叫做高雄七怪吼。趣味安尼对，咱这一集到这嘛，要来收尾啊，即个佫较长啊。但即边呢，因为真感谢咱即个 Patrick 或者派翠克，咱的听友的投稿，我印象中应该是屏东人，来听看卖伊咱即个咱即样研究即个录音嘛，你会使甲咱的即个话尾后壁即段我有看你网络顶管，你会使甲念出来，甲读出来。那伊真厉害，伊本身是即个布袋戏迷，真迷甲真迷。所以伊毋若录音互我，而且分真侪版本。我若机会慢慢来甲你放。咱一概放一款，互大家来听看卖，拢共人讲的，但是无共款的即个开口，无共款的个性。当然有一寡是布袋戏的开口啦，但是模仿布袋戏的人物。有诶是无共，即个咱讲叫嚣，叫嚣甲角色是无共款诶。叫嚣就是咱定定讲生旦净末丑行当，即个华语有一个词叫做行当，就是叫嚣。毋是叫嚣，所以咱定定讲叫嚣好，但就是安尼来诶嘛，就是讲即个叫嚣真好，就是即个意思。慢慢甲转变成咱后来一寡较无好听，或是一寡即个唱声嘛会使用，但主本是来自即个方式啦，无共款诶叫嚣。那即出戏内底每一个人物，这就是角色，叫嚣甲角色意思无啥共款，即互大家理解一下。所以咱就做伙来听看卖伊的即个录音，我会讲其中一个啦。咱先用即个，伊是用布袋戏的即个，咱讲声线是即个开口来讲啊，模仿即个角色啦。若有伫看布袋戏，譬如布袋戏的朋友应该都知影即个人物上两倍，咱来听看卖。好。唔知影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r. Box、Feel Story 留话互我，或者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是 Mr. 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另外，在 Facebook、Instagram 查出亚特聊聊天，也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哦。来，你要讲啥？你甲讲。来，即个说方志特别留话听完你的即个所有的配音了后，特别留话要甲咱的即个 Patrick 派翠克来讲几句话。你好，派翠克，我咧讲有对无？差不多啊，差不多啊。你呢真厉害呢，我互你10粒星，互你满星啦，莫讲10粒星，有够厉害，佫清楚。发觉你会使去找一个配音的工课，有够赞，足够的，我甲你拍拍手，有够厉害，有够厉害，赞哦，多谢你哦，好，拜拜，拜拜。